1878年 ，Tesla 輟學後直接離開奧地利，漫無目的下到了斯洛文尼亞嘅馬里博爾，為生活就係當地一間工程公司做繪圖工作。除咗工作時間外，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喺一間叫開心農民嘅酒吧中度過。要說這間係一間酒吧，更似一間賭場。這時既 Tesla 已經賭博成癮成為習慣，捉象棋、玩啤牌，一切都為賭錢。到咗第2年3月，Tesla 嘅父親知道後嚟到馬里博懇求佢返屋企去重新開始，但係 Tesla 堅決拒絕了。1879年 ，Tesla 嘅生活習慣已經變得無藥可救。3餐不繼下仍然賭錢挑事，連房屋都沒了，被趕出街頭。馬里博警察見到衣衫褸記 Tesla 直接帶回差館扣留，發現佢冇居留證，便送返去加斯碧當地。Tesla 回到加斯碧後，生活仍然一塌糊塗。Tesla 父親看到後直接崩潰了，精神受到嚴重打擊下，最後離開塵世，受當地民眾送行並埋葬喺 Davos 路嘅 Jasikovac 墓地上。雖然父親死去，但 Tesla 仍然沉迷賭博。喺一次賭博中，母親給他一沓鈔票，同時說出：盡情去吧，我知道你一定能解決的。Tesla 終於清醒了，母親幾句簡簡單單嘅說話就直接解開了他嘅心結。恢復精神後 ，Tesla 喺佢加斯碧舊校教書，教導 Real Gymnasium 嘅課程。精準而簡單的教學方式令不少人對學習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亦得到同村居民朋友的重新信賴及支持。雖然 Tesla 重回正軌，但依家所做嘅唔係佢想要嘅未來。係呢個時候 ，Tesla 都估唔到即將又一次發生重大影響他的事。